我遮无别人啊，咱会好好讲一下。关于你的病情，我拄则一直咧想要怎处理才好。就算爱我理解，我嘛无会讲。毕竟这个病，这是上爱选择，即摆来行到这步。做你的朋友，徛在私人的立场，我当然是希望你先暂停工作，好好静养，甲病以后好来才阁讲。毕竟这个工作压力足大的，逐工拢有真侪挑战，这对病人来讲，嘛是真沉重的负担。毋过我知影，这对你来讲是你上惊的状况。我了解你对这间餐厅的热情甲愿望，真无简单才会当互你尽量发挥。若是即摆叫你莫做，换叫别人来做，这根本是比叫你去化疗还阁痛苦的代志中。我安尼就来离开，我真正是做唔甘愿的。不过我若是无离开，一直甲这位占掉的，安尼对公司嘛是一件好代志。你先莫安尼想嘛，我甲现实状况分析互你听。公司有医疗保险，会支援你部分医疗的费用。若是你去治疗，确实会互你留职停薪等你回来。毋过你有爸母要饲，阁要结婚，公司无可能互你长期请病假，这个状况拢无法度互你好好治疗。所以你意思是，爱我继续做落去？总裁即马愿意替你甲薪资调转来月薪50万，我感觉你应该阁冲一下，袂用即马就放弃。若是等你以后回来，无一定还阁有这个机会呢。不过我嘛是爱继续做治疗，万一病情若是恶化，人无性命，其他都拢白讲的啊。所以你即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。我甲两种情形分析互你听，一种是专心开钱去治疗，爸母无人饲，房贷无人付，结婚可能嘛会受到影响；一种是哪工作哪继续治疗，无的确会用互你的病情更较稳定，嘛会保持生活品质。两种拢是倒，你即马一定要选一种方式。我无想要放小秋一个，所以我会继续做治疗。若是会用是，我希望我会哪工作哪治疗。我只是咧惊我做化疗了后，有一寡副作用，会影响到我的嗅觉又到味觉，一定会破坏疗理的品质。嘛有餐厅的营运产生影响，而且嘛会影响到你。你嘛对家己伤无信心啊，把张正开。你是一个真有经验的厨师。真侪实在，你毋免食过，你就知影滋味啊！这是你的专业。郑凯，我甲家己的前途拢压在你的身躯顶啊！我相信，就算你伫破病情形下，你也是会用咧维持你的专业，甚至做得更较好。敢讲你满意，互家己一个挑战？你真正对我这么有信心？我相信你，而且你嘛真信任我的味觉啊！我会用替你试食。你应该知影，我的喙真刁，绝对袂输你。你来做，我来试，咱斗阵配合，一定会用创造出更较好的料理。好，那你以后大家请你斗相共啊。我会继续支持你的事业，嘛会督促你进行治疗，把疗程赶紧行完。我会比任何人拢严格控管你的时间，到时阵你莫嫌我烦好啊。你的烦恼是大家讲你的，也不是即马才咧烦你啊。郑凯，听到你破病，我竟然这样着急。过酒会过程，我咧想要怎甲你斗相共，我根本唔捌这要紧一个人过。看起来我是真正介意你啊！希望我讲这个话会用互你无负担，这是我的帮忙。讲好啊，别用做逃兵哦，我会 cover 你，咱来甲饕客餐厅做起来。